先生唔好，请坐，请问上香。唔好啊，我想做。唔系提足口识头路，按叫转来做奴，装阿公嘅赖嘢系么？系呀，就是我。俺当然冇看到，变到当本聪哦。今半日我盼你买嘅业务呢。上日夜，我同阿爸買一堆土地，今半日我來做世界第6城堡。哇，买土地最好，人講看人面，唔當看內面。今日城堡數資料都寫好嘛？係忙啊？要帶身份證同意呢麼？有啊，也係我嘅身份證留意呢，麻煩了。我來同天數上面等了，請等一下。張先生本久等呢，也係你一百9億嘅資料，請同我看一下熒幕上打出來嘅資料有唔錯嘅麼？冇唔錯。好，給我老五線上送件。另外，我本資本申請書12份，其中1份請留等。來，請第一位證印呢？安子說，也係世界第6嘅應付文件，有關私人人憑證申請單位同問題。也必有相關主管機關嘅聯絡電話提供本。請再去先參考一道資料。點麼？有人啊，因為冇替買賣完成移轉登記過後嘅30日內申報，就本人罰3萬到15萬元咯。好得咯，唔記緊來判理耶。好，我再去會好好來研討一道資料，安是這樣。